后来有民众坐客运为台中要转去南投埔里，这个车驶到半路啊，熊熊打洞啊，有一大片的车窗竟然落落去，但是司机当作无发生，也是继续来驶车，车顶的乘客拢硬去。 客运的窗啊，一块玻璃已经落去，卡顶被风透甲一直飞，乘客是看到硬去翕当时的状况。这台客运是要为台中开往南投，碰影片的乘客讲，当时打洞啊了后，熊熊感觉有小可寒，才发现竟然无窗啊。不过司机唔知影是无发现，也是无法度处理，客运原来继续驶，风就一直灌入来车内。 如果有什么紧急事故会害怕，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会害怕。OK， 就是顺其自然，就让他继续在就继续开着。我要给人家逃生，所以要做得蛮快。不过来到客运站，业者讲目前也无司机回报窗啊害去。是乘客去误触，还是说其他原因呢？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做定期的检查，然后我们都会去检查那个开关。 所以基本上那个是安全的，但是没问题。业者讲会查出是倒一只车的窗啊出问题，嘛会查明原因。后续嘛要求司机伫咧驶车进前详细检查车辆，避免发生类似的意外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